呢度係 Henderson 89052 Zip Code。呢度係今日睇呢間屋嘅社區，呢度係一個 cul-de-sac 嚟嘅。呢度嘅社區管理費 HOA 係45蚊一個月。呢度係位於 Henderson。呢度係屋嘅側邊。呢度有個閘門可以通到佢後院。呢度係位於 Henderson 同埋拉斯維加斯嘅交界，地點非常之方便，喺南邊嘅中心，上 Freeway 啊，去 Costco， 去一啲嘅購物中心、賭場街、15號公路、機場都非常之方便。呢間屋係2005年起嘅。1400尺，有3間房，2.5個浴室。呢度係1樓嘅客廳，一入門口呢度係個 living room。然之後右手邊呢邊係廚房。呢間屋係有1400尺，3間房，2.5個浴室。呢個台面係 vinyl 台。Stainless steel 不鏽鋼嘅 sink、gas 嘅 stove， 呢邊有個位置可以擺台，一個早餐廳咁樣。呢度亦都有張台、雪櫃。呢個門係去車房嘅，一個車位嘅車房。1樓係做咗地磚地板，呢度有一個嘅 pantry。呢間屋1樓嘅樓底都幾高嘅，有9尺，都好闊落。呢度係佢個小小後院，有2部冷氣機喺呢度。然之後後院呢度有一個嘅 water heater， 側邊呢個閘門係通返去前門嘅。然之後呢度係洗衣房，洗衣機、乾衣機喺呢度。呢度係1樓嘅 powder room， 隔離呢度有一個嘅 storage room。再嚟我哋上去2樓，2樓由樓梯呢度鋪咗地氈，個地氈嘅 condition 都非常之好嘅，係厚身，亦都有洗過。一上嚟，右手邊呢度係個 chair bathroom， 呢度有個浴缸連企缸，呢邊有個 linen closet。再行入去右手邊呢度係第1間客房，門後邊呢度有個 closet， 後圍呢度有一張嘅書台，呢個係第2間客房，然之後最入邊呢一個係主人房。主人房呢度有一個 walk-in closet， 呢度係主人房嘅浴室，有 double sink， 中間有一個化妝台，呢度係有一個企缸，呢度有廁所。